世界盃賽程快報。大家好，三藩市星島中文電台2026年世界盃特輯，我係甄偉文，我係鍾偉文。鍾老闆你好，你好，大家好。7月14日，西班牙對陣法國，法國盃就進入準決賽嘅階段。兩隊波我都好中意，呢兩隊波如果能夠去到爭奪冠軍賽咧，就更加理想啦。咁啊無奈呢兩隊波咧都係各有千秋嘅，咁而家打咧都 OK。兩隊波實力雄厚，現時係世界最頂級嘅兩支球隊。比賽嘅場地喺我哋美國嘅德州阿靈頓球場進行。好啊，剛才講2-0西班牙勝出法國食光蛋西班牙入兩粒第一球22分鐘，法國隊3號球員迪尼犯錯，咁罰一個12碼。隊長21號布耶沙巴親自操刀射入第一球1-0領先。不過咁呢一球咧有好多爭議性嘅外間所傳咧就係話因為耶馬呢個後生仔咧好氣喎因為嗰個波咧，佢基本上攞唔到噶啦，但係有個人個身咧就褪前咗點解後衞可能就唔夠經驗啦即係有個個都睇到噶啦，咁球證你講埋落去啦。好啦，今日等我嚟補充啦。嗱，呢一球罰球嘅12碼咧，有少少冤枉咯。阿盧卡斯嘅迪尼，佢係法國隊嘅3號，佢喺個禁區嗰度佢轉身大腳解圍嘅，而不知同一時間西班牙個球員19號嘅耶馬向從後飛身撲上去頂個波，咁迪尼係睇唔到佢，今日背住佢啊嘛，佢喺後邊衝上嚟啊嘛，所以咧迪尼佢就唔係話刻意去踢佢嘅，只不過係佢衝上嚟啱先佢個身同佢嘅腳相撞咁樣，所以我哋亦都唔可以話呢一個球證係判錯呢個12碼嘅，都唔可以怪佢話呢個球證係偏幫呢個西班牙，因為的確佢係有踢到耶馬嘅，咁啊只可以能夠講話西班牙行緊好運啦。咁其他法國球員有冇冇投訴喎？即係覺得 OK 咁咯，即係接受啦，係嘛？咁第二球啦，58分鐘西班牙10號嘅球員丹尼奧莫就將回傳12號柏度冇人看管之下咧，龍門前10碼右腳輕輕咁射入網啦，就等於2-0。嗱，第二個入球咧，咁好有濃厚嘅巴西味道嘅，即係森巴足球。森巴足球係咩咧？三角短傳快而準撞牆式，12號柏度斜角一個直線加波俾10號丹尼，跟住丹尼第一時間回傳翻俾柏度，柏度接到波後第一時間起腳抽射入網，整個過程速度快，一氣呵成，冇瑕疵。因為動作快一氣呵成，令到對手嘅球員咧反應不及，所以造成12號柏度冇人看管之下射入網。咁森巴足球咯，我講呢個名咧源自呢個森巴舞巴西足球嘅特色。交波短傳短距離，動作快，有默契，有美感。好可惜，今屆咧世界盃嘅巴西球隊咧就睇唔到有咩森巴味喎。反而咧西班牙踢出巴西嘅個球風喎，見到有好濃厚嘅森巴味道喎。嗱，呢一個森巴足球咧，即係巴西球隊嗰啲特色咧。咁樣咧，其實我哋亞洲咧係有2個國家咧，都係向巴西嘅球隊去學習㗎。咁第一個就係日本啦。今日等阿鍾老闆講啦。係日本好早期嗰陣時咧，已經派呢個巴西教練咧過去教嗰啲日本嘅球員踢呢個森巴足球㗎啦。咁所以你見佢哋嘅法咧都幾好，有啲類似㗎咁另外一個國家邊度另外一個國家就係中國啦。喺1987年嘅時候咧，《人民日報》就報導中國國家隊嗰啲球員咧就送去巴西嗰度，佢哋就叫做青訓，亦都係叫取經我記得。冇錯，咁又去嗰度又叫做留學巴西喎，其實即係去學習嚟點踢波。所以咧呢個咧係有報導過嘅，即係證明咧巴西嘅足球係令到亞洲啲國家都好嚮往去學習嘅。咁好啦，我哋講翻啦呢場波啦。第29分鐘，法國隊3叉戟其中一個球員17號威廉沙利巴，因為背脊傷患痛楚，自己就坐低咗喺個球場上邊唔喐，最終係要換人嘅。咁威廉呢，佢個腳嘅腰部受傷，原定計劃咧係打算世界盃賽完咗之後就去做手術嘅。呢個又係天意啦，早唔痛遲唔痛而家又嚟痛啦。3叉戟就少咗17號威廉，負責打中場嘅，佢係製造機會、穿針引線、送啲靚波上去前鋒俾阿麥巴比嘅。少咗一個重要嘅中鋒，冇咗個中樞神經，3叉戟就得翻2擊。
咁啊，法國隊下半場就士氣大減。咁60分鐘，西班牙球員夜馬，應接一個好靚嘅直線波，單刀射入一球。雖然係食炸糊，不過總算啊，演翻場好戲啦，有個好表現啦，對呢啲球迷有一個交代啩。咁啊，我哋就講下歷史啦。2024年嘅歐洲杯進入4強，又係4強啊！西班牙2比1擊敗法國隊就晉級決賽嘅。咁呢場波就係歐洲杯嘅翻版啦，歷史重演啊！今次法國隊仲要食零蛋添，真係唔得。嗱，啲俗語所講，格食格啦，呢就係成場波法國隊對西班牙隊咧係有威脅性嘅進攻咧係寥寥可數啊！好啦，法國隊下一場咧就爭3-4啦嚇。7月18星期六美西時間2點，西班牙下一場7月19號星期日美西時間12點就爭呢個大力神杯冠軍賽。咁啊，我哋嘅時間又夠啦，下一場波再同大家分享更多世界盃嘅資訊同埋賽果。